早餐了。星期天早上，我問 AI 如何煎蛋，它秒速給出精準步驟。我照着做，把蛋打進碗裏，蛋殼上還留着蛋液，我捨不得丟，就放在碗邊，等它慢慢流在一起，然後將剩餘的蛋液倒下。我想 AI 教我煎蛋只用幾秒鐘，但它沒有等待蛋液流動的傻勁，不會發現蛋液留下來的用處。中文拔尖班上，馬老師叫我們寫早餐了。AI 可以很快寫好一篇文章，字字正確。可是他沒有做過早餐，不知道打蛋啪的一聲有多好聽，也不知道第一次煎蛋手會發抖的心情。AI 沒有生活，沒有溫度，更沒有情感。我寫的雖然比 AI 慢，但我寫下的是真實體驗。那焦掉的蛋邊，煎蛋的香味和等待精華滴下的耐心。我咬一口自己煎的蛋，不完美，但特別好吃。寫作也一樣吧，真心寫出來的文章才最有味道。